許廷鏗出席一個護膚品牌活動嘅時候表示，佢自己好貪靚㗎，尤其係讀書嗰陣，見到身邊同學有女朋友就會比較啦。至於早前林以諾牧師就話同性戀者係屬於有罪喎，你又覺得同性戀係咪有罪呢？唔係罪嚟嘅呢件事，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嘅權利咯，咁亦都唔需要去為咗其他人而去自己加，即係好似加咗啲規例俾一啲即係自由選擇嘅人咯。係。你自己冇宗教信仰係嘛？我自己冇㗎，冇宗教信仰。許廷鏗嚟緊即將會完成牙醫課程，9月份就會正式掛牌可以執業啦。到時你會點樣兼顧歌手牙醫兩邊啊？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嘅，咁你可以去政府做啊，咁可以去唔同嘅診所幫手啊。咁我而家仲諗緊嘅。咁會唔會就即係唔做娛樂圈啊？我諗暫時都未必會即係全身去退出啦。咁始終我有問過好多牙醫嘅意見，佢哋都其實幾期待喺呢行嚟發展，即係娛樂圈呢一行。咁我都係啊，即係佢哋都反而話，趁後生去試下啦。